日本前首相也是自民党现任副总裁麻生太郎，今早起来到台湾访问，这也是台一段交51年来访台层级上悬的自民党干部。麻生太郎这个按算要停留3天，头一日行程先去到五指山对峙前总统李登辉，明仔载会出席该大个论坛发表专题演讲，也会去见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統賴清德。台湾に到着された心境を聞かせてください。伫新事部亲切向台湾民众热手问候日本前首相自民党现任副总裁麻生太郎。过12年，搁再带团来台，伊是台日断交51年访台层级上悬的自民党干部。麻生太郎一行人下晡头一日行程，先去五指山国军公墓参拜前总统李登辉。李安尼陪同麻生太郎表情严肃，鞠躬致意。这是一个很好的位置，让他可以，然后尤其还可以看到日本台北市。82岁麻生太郎，2008担任自民党总裁，出任日本首相。2012再任副首相，从政经历丰富，搁个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重要盟友。捌几若摆发表支持台湾言论，互看作有台派。访台除了关心台海情势，嘛解读是想要了解2020事台湾政局发展。因为好友与郭文哲拢有去日本拜会麻生，这摆伊嘛会和赖清德见面，受到外界关心。日本政界现在一个是台湾的选举，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台海的情势比较紧张。那么作为日本来说，台海的这个台湾会何去何从，对日本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有别于以往只是跟我们台湾进行一个这个务实的这个非官方关系的一个发展那它现在已经升格到这个主官方那这是代表台日关系的提升麻生崔启彦先和甲日本关系真好的王金平、尤锡坤、甲台日协会长苏家全晚宴，除了出席凯达格兰论坛，担任演讲嘉宾，接受副总统赖清德午宴款待。下晡去总统府会见蔡总统甲赖副总统，尾暗阁去台北市政府和市长蒋万安会面。停留3天，行程满满，深化台日关系以外，嘛展现对台湾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